记者了，就一般那个人走道就没有，是当面都是雪。大风、寒潮、暴雪，道路结冰。北京11月6日迎来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，不仅比往年均值早了23天，而且7号晚间气温出现了断崖式下降，跌破10年来的最低温。由于降雪，北京周边多条高速公路封闭，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近2天有超过100架航班取消。当地时间7日，中共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冬天首个暴雪橙色预警，北方地区有大到暴雪，东北3省和内蒙最严重，寒潮能使各地气温骤降10摄氏度以上。这一轮暴雪导致京津冀等9个省市184个公路路段封闭。而在此之前，也就是中共6中全会召开前的几天，根据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通报，北京 PM2.5 污染严重，重度污染一度持续15个小时。这雾霾啊，年年说年年有。我们是老北京人对吧？我们从7年开始，我们已经对这种都习惯了，我们又跑不了，因为没地去啊。张女士表示，北京把高污染企业都搬到河北去了，但这个办法只能制造出短暂的蓝天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我当官，我先把那个指标我搞上去，啊，把那个 GDP 干上去了，我又升一级，我走了。污染与不污染跟我没关系，我们家老婆孩子都在国外，我当官先贪够了我就跑，我跑了，哎呦，那我万幸，我没跑了，我自己受罪，人家都是享福了，几代都享福。另外，张女士特别感慨资讯传播的力量，因为真实的信息能够让大陆老百姓做出及时的反应。我认为你们知道跟我们知道不一样，因为你们知道帮不了我们，我们要武装委屈自救。极端天气和阴霾污染，还有中共当局为实现疫情清零而采取的严厉风控措施，百姓生活面临的种种艰难可想而知。新唐人记者李兰，特约记者洛亚采访报道。